基隆的东华广场为今仔开始交予美丰集团接手来管理。不过，服装品牌 NET 讲，这个商场的2楼到4楼是因规划起的，因批评市府违法转移产权。那基隆市长谢国良是强调讲，东华停车场和商场的产权所有权是市府的，不过伊嘛尊重 NET 来提告，伫法院讲好清楚。 对，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，我会做处理。1月31日下晡，基隆东华商场，市府代志公司甲美丰集团要做慈善的点交，不过现场的气氛看的是真紧张。大日也正在跟市府去提起诉愿，继续争取这2年的营运期。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市府要在这样的状态之下，还是坚持要继续招商，要把不属于基隆市政府产权的部分强行点交给我们的微风广场。我们昨天下午跟晚上。 分成2个部分，逐步的进行点交。基隆港基隆市长谢国良召开记者会，宣布东华商场完成点交。东华商场标出来这个产权的纠纷，是经营卖衫的牌子 NET 的主妇公司主张讲，2楼到4楼的建物是 NET 规划起的，不过市府煞是抢去佮移转，并无合理。不过市府强调讲，产权是归市府所有。为什么一个在政府的土地跟建物？ 加盖的一些设施，会永久的可能变成其他厂商的一个所有权。律师表示，市府104年甲代志公司签署 OT 合约，经过市府同意会当改善甲扩建，而且由代志自费。109年营运期满，商场就无条件移转予市府，一直到112年，NET 提出民事解处分的申请。 市府才知影，NET 主张讲，这全部拢是因家己出钱的。不管这个案子是 OT 案还是 ROT 案哦，它最后都应该要移转为市政府所有。对基隆市政府来讲，它唯一的缔约对象只有大日公司。相关的争议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的庭事，市府表态支持 NET 提出诉讼，希望会当由司法来理清案情。嘛，感谢 NET 敢若主张无共款的意见，并无起卡动手的空间，让点交顺利进行。 一直到新闻结果的时间，NET这边也未做出进一步的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